今日我哋懷住滿腔嘅喜悅同埋感恩之情，聚首喺荃灣各達義聖堂，共同慶祝天佑小學創校65週年。自1960年建校以嚟，天佑小學喺基督愛德嘅薰陶下，見證咗無數學子嘅成長。65載嘅歲月，係天主嘅恩寵同埋帶領，亦都係歷任校監、校長、老師同埋家長們默默耕耘嘅成果。今日我哋回顧過去嘅恩典，並祈求天主引領天佑小學喺未來嘅日子裏繼續發光發熱，實踐信望愛嘅精神，讓每位學生都能夠成為希望嘅傳承者。為咗讓感恩祭能夠喺一個寧靜嘅環境中進行，請大家將你哋嘅手提電話同埋其他響鬧裝置暫時關上。多謝大家合作。而家請各位肅立，讓我哋一齊向國旗行注目禮。儀式現在開始，請全體肅立。現在向國旗行注目禮，就唱國歌。禮畢，請各位繼續保持站立。今日嘅校慶感恩祭，我哋非常榮幸邀請到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夏志誠輔理主教為我哋主禮，新界西南總鐸區總鐸林祖明神父以及各達義聖堂主任司鐸阮俊英神父共祭，以及前任校監黃景星執事相禮。而家讓我哋收斂心神，準備感恩祭嘅開始。感恩祭現在開始，讓我哋一同詠唱上主的聖殿。讓我
齊以天主聖三名字開始我哋今日咧慶祝學校嘅65週年嘅感恩彌撒啊！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讓天父嘅慈愛、基督嘅聖寵同埋聖神恩賜同大家同在。咁我哋咧相聚一齊啊，慶祝咧天佑學校啊，天佑小學創校嘅65週年啊！咁啊，同學仔係咪已經坐咗好耐㗎啦？喺呢度幾點鐘嚟㗎？今朝8點啊，可能8點幾已經坐喺度成個鐘啦嚇。咁啊，大家好乖喎嚇，好安靜嚇。咁咧就嚟到咧等待嚇，亦都咧去一齊咧由喜悅嘅心慶祝呢個學校裏邊一個重要嘅時刻嚇。我哋咧全心感謝上主嚇，過去咁多年60幾年喎嚇，60幾年前咧可能同學一定唔會即係出世啦，係咪？爸爸媽媽都未喺呢個世界上邊啊。不過咧，天主已經降福我哋嘅學校，直到今日啊。咁我哋咧呢個感恩之餘咧，亦都求上主繼續降福我哋天佑小學啊，好能夠咧跟隨基督啊邁步向前，同學們咧能夠發光發熱。咁我哋知道咧喺好多方面，有時我哋都未必做得好好嘅啊。總有呢啲麻麻地嘅地方啦，有時都會疏懶啦嚇。咁喺彌撒之前呢，我哋都謙卑嘅求主憐憫我哋，寬恕我哋嚇。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認我在思言行為上的過失，我的重罪，為此懇請終身童貞聖母瑪利亞、天使聖人和你們各位兄弟姊妹，為我祈求上主我們的天主。願全能嘅天主垂憐我哋，赦免我哋嘅罪，使我哋都得到永生。阿們。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基督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上主求你垂憐。天主在天受光榮，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聖父，我們為了你無上的光榮，讚美你，稱頌你，朝拜你，顯揚你，感謝你。主耶穌基督，獨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聖父之子，垂免世罪者，求你垂憐我們；垂免世罪者，求你寬聽我們的祈禱；各在聖父之佑者，求你垂憐我們，因為只有你是聖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無上的耶穌基督，你和聖神同享天主聖父的光榮。阿們。請大家祈禱。全能仁慈嘅天父啊，你就一切聖德嘅根源，感謝你65年嚟對天佑小學嘅悉心照顧同埋守護，求你繼續廣施洪恩，我哋懷住信心同埋希望，將基督愛嘅種子植根喺孩子嘅心靈，使佢哋喺愛中成長，實踐你聖子嘅教誨。佢同埋你及聖神係唯一天主，永生永王。請各位坐下。而家係聖道禮，請大家靜心聆聽天主嘅聖言。禮儀書第4頁。恭讀聖保祿宗徒致斐理伯人書。弟兄姊妹們，你們在主內應當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應當常常喜樂。你們的寬仁應當叫眾人知道，主快來了。你們什麼也不要掛慮，只在一切事上以懇求和祈禱，懷着感恩之心，向上主呈上你們的請求。這樣，天主那超乎各種意想的平安，
必要在基督耶穌內固守你們的心思念慮。此外，弟兄們，凡是真實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稱譽，這一切你們都該思念。凡你們在我身上所學得的、所領受的、所聽見的、所看到的，這一切你們都該實行。這樣賜平安的天主必與你們同在。上主的話。感謝天主。答唱詠，讓我哋一齊以答句回應。請你們讚頌上主，因為他是美善寬仁，他的仁慈永遠常存。請你們讚頌上主，因為他是美善寬仁，他的仁慈永遠常存。願以色列家讚美說，上主的仁慈永遠常存。願亞郎家族讚美說，上主的仁慈永遠常存。願敬畏上主的人讚美說，上主的仁慈永遠常存。請你們讚頌上主，因為他是美善寬仁，他的仁慈永遠常存。人雖推撞我，叫我跌倒，然而上主卻扶持了我。上主是我的力量與勇氣，他常是我的救援，在義人的帳幕中響起了勝利的歡呼。請你們讚頌上主，因為他是美善寬仁，他的仁慈永遠常存。將人棄而不用的廢石，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這是上主的所作所為，在我們眼中神妙莫測。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請你們讚頌上主，因為他是美善寬仁，他的仁慈永遠常存。福音前歡呼，請各位起立。願主與你們同在。恭讀聖馬竇福音。主願光榮歸於你。那時，耶穌對門徒說：你們是地上的鹽，鹽若失了味，可用什麼使它再鹹呢？它再毫無用途，只好拋在外邊，任人踐踏罷了。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上主的話。基督，我們讚美你。請各位坐下。
天佑小學。天佑小學喺邊度嚟㗎？離開呢度遠唔遠啊？唔遠，行過嚟要幾耐啊？10分鐘得唔得啊？得啦嚇，可能唔使10分鐘添喎。而家小朋友走得快係嘛？啊，咁啊，我有冇去過咧？啊，咁啊，同學可能冇見過我，不過有去過嘅。舊年有一次咧，就唔知有咩活動啊，李校長。前年啊已經，唉，真係啲時間過得真係太快。前年啊已經啊，因為今年而家都仲係上半年嚇，好快脆啦。咁啊，係有啲活動搞開，咁就李校長又好熱誠啦，就話夏主教嚟參觀下睇下學校啦咁樣嚇。咁啊印象中就學校真係唔係太大嘅啫嚇，好細小嚇。不過呢啲同學好活躍喎嚇，好開心。同埋咧就雖然係咁細間學校，但係好有特色喎嚇。大家睇下呢個封面喎，今日我哋嗰個小冊子嘅封面有啲乜嘢喺度啊？蝴蝶啊，咁啊你哋比較清楚啦。點解真有蝴蝶喺度先？知唔知啊？天佑小學同蝴蝶咧好似結下不解之緣喎天佑小學喺市中心嚟噶嘛，喺荃灣市中心，真係喺呢度附近，你10分鐘即係頂多10分鐘就行到嚟咁門口就已經係哇，即係居水馬龍啊，即係啲車來用車往咁真係好唔係好大間學校但係咧同呢個社區咧係息息相關嘅好多即係呢個脈搏嘅跳動咩都知咁各位同學咧，我有理由相信咧，你哋都係附近啦，係嘛？咁又近啦，同埋咧學校嘅即係好有特色啦老師們師長們以至咧你哋嗰啲哥哥姐姐哇都好有即係好有即係一個吸引力好有教導啦，一齊同你成長啦。知唔知呢度2位輔祭咧都係校友嚟嘅喎，原來而家讀緊中42位都係個樣係咪好似覺得似個樣唔似唔似好似係嘛？好似係天佑嗰啲樣咁2兄弟嚟嘅孖生嘅咁真係中4咁多謝佢哋今日咧即係翻嚟咧，即係特別有意思即係同學校有關係嘅，有一種感情嘅聯繫雖然而家上咗中學，都喺天主教嘅中學啦，讀緊書咁但係咧就我哋一齊，我哋話感恩多謝天主我諗喺佢哋身上俾我哋睇到，即係咩叫感恩係嘛翻嚟學校同學一齊開心慶祝呢個真係因為喺內心裏邊有份嘅得着好啦，講翻隻蝴蝶先。學校有冇蝴蝶哇，有蝴蝶你哋喺市中心嚟嘅喎，點解有蝴蝶嘅？點解會有蝴蝶㗎？因為有啲植物係咪有啲花喎係嘛？同埋咧，你哋有啲同學仔咧，應該係特別去照顧呢個蝴蝶嘅，有冇舉手嚟睇下先，有冇啲分邊啲？有喎，見到有人舉手喎應該有啲咩蝴蝶大使之類嗰啲，我唔知叫咩名有喎，見到啲手仔就好啦，等翻低啦辛唔辛苦照顧蝴蝶？好唔好玩好玩啲蝴蝶係咪成日都咁靚嘅咧？係唔係？又係又唔係啦，即係蝴蝶嗰陣時就好靚嘅，不過未做蝴蝶之前咧就唔係好靚啦，即係有啲肉酸嘅。我哋叫做乜嘢係啦，毛蟲毛蟲咧毛神神咁又躝下咁樣係嘛，好肉酸噶嘛。哇！見到有啲唔知咧，有啲小朋友會記得，好驚可能會但係咧原來毛蟲咧如果我哋悉心照顧咧，會點變成蝴蝶㗎，會識飛㗎，會好靚㗎即係好多寓意喺裏邊啦不過首先咧喺市中心嚟到有蝴蝶栽培蝴蝶呢個好有意思而家我哋講緊咧，即係好注重生態環保嘛，係咪雖然我哋人咧要做嘢啦，要食嘢啦，要工作啦，咁又有車啦，等等好多嘢不過我哋都希望咧盡量要保護生態嘛，愛護嘛，係咪咁所以咧，即係蝴蝶提醒翻我哋蝴蝶要有嘅，要靚嘅，咁有植物喎，植物咧又要去
要去栽培啦，要去悉心關懷啦，其實同我哋每一個人成長係類似嘅，係咪啊？我哋嘅成長一樣有好多老師們啦，仲有家長們啦，全部坐晒呢一邊啊，家長悉心照顧你哋一路咧成長喺學校裏邊咧，喺學校裏邊幾多年啊？幾多年啊？知唔知㗎？你哋6年啊就希望唔好有7年啦，係咪？6年啊！不過呢間學校唔止6年喎，呢間學校幾多年啊？40年、50年、60年，幾多年啊？呢間學校幾多年啊？60，哇！你真係咁都講得出嘅？所以咧主教講嘢都唔好信晒嘅。我3個俾你揀咧，都冇個啱嘅。65年啊嘛！頭先我哋離開之前，你講咗65年。同學仔一定要講講啊！我哋學校慶祝幾多年？係啦，65年啊！65年喎！哇！我哋睇得到6年書咋？啲老師們啦，係我哋嘅爸爸媽媽啦，已經係好照顧我哋，已經哇！即係我哋成長好開心啦。65年喎，即係幾多倍啊？係6年嘅幾多倍啊？識唔識㗎？你哋有冇學過倍數㗎？有。今日真係考下小朋友先，10倍都唔止啊，10倍半啊，65年，哇，好耐啊！咁耐嘅時間，邊個照顧我哋啊？係咪我哋爸爸媽媽？唔係喎，我哋爸爸媽媽都未出世喎，可能係咪啊？邊個照顧我哋啊？我哋學校嘅名，我哋學校咩名啊？係咯，天主保佑我哋。知唔知天主保佑我哋呢個名啊？天佑小學喺邊度嚟㗎？知唔知啊？有冇上網睇下你哋自己學校嘅網上啲資訊㗎？有冇自己上校網㗎？你哋冇啊！哇，真係好誠實啊！真係有啲有咁要睇下㗎。關心下自己學校嘛。我哋學校嘅名咧，原來係嚟自個修會㗎。喺幾多年前啊？哇！1960年啦。咁咧就有一個修會叫請望會喎。咁咧佢哋就嚟到香港啦，就建立咗天佑小學。點解叫天佑咧？原來佢哋嘅會祖修女咧就叫做天主保佑瑪利亞咁上下啦嘅名主顧瑪利亞。於是將佢咧濃縮啲，就變咗天主保佑，就天佑小學就咁嚟嘅。咁我哋中間咧仲有一位請望會係修女修女喺我哋中間我哋鼓掌多謝修女，都多謝佢哋嘅修會嘅代表代表，我哋感恩感恩喺60年前咧有呢啲修女啦嚟到香港建立咗呢間學校啦後來咧就輾轉俾咗教區啦發展到今日仍然咧喺區裏邊咧係一所咧好受家長歡迎嘅學校唔係咧淨係得個名而係咧真係好多一代又一代嘅老師啦、校董啦、校監啦、教職員啦、職員即係工友們啦仲有家長地區人士校友好多人。天主嘅保佑咧，就係通過呢啲人一代又一代咁嚟到我哋身上所以我哋都係感恩。不過咧，我想即係我哋都諗下，天主保佑係咩意思咧？天佑係咩意思咧？係咪天佑我哋就冇困難嘅，乜嘢都可以好順利嘅？係咪咁㗎？唔係喎。好多時候我哋誤解，因為天主保佑就好啦，又唔又冇啲困難啦，冇啲嘢冇障礙啦咁樣。小朋友有冇病過啊？你哋有冇人冇病過㗎？舉手睇下。有啊，咁厲害嘅，你咩人嚟㗎？即係傷風感冒都冇試過啊，咳2聲都冇試過啊！哇，好厲害喎！好啦，等一隻手啦，真係天佑小學好厲害啊！
好啦，得啦，你哋超人嚟嘅原來啊！我哋正常人咧就個個都病嘅嗱，咁樣我哋話，咁係咪天主就唔保佑我哋咧？我病喎，仲有考試測驗會唔會有時唔識答題目㗎？有係嘛？有時可能自己懶啦，不過有時自己好勤力，但係都唔識答喎，都會㗎嘛。係咪天主又唔保佑自己啊？又唔係喎，天主咧就好似一個好好嘅爸爸媽媽，好好嘅爸爸媽媽點嘅咧？問下你哋先，小朋友，你哋爸爸媽媽有冇替你哋做功課㗎？哇！邊個？快督你爸爸媽媽出嚟，睇下你爸爸媽媽做嘅功課，原來都唔啱嘅咁樣，咁死火啦嚇！有嗱就唔啱嘅，就唔應該有嘅。好嘅爸爸媽媽咧就唔會幫仔女做功課嘅。咁我唔好咁啦，即係唔好淨係問你哋，我問下呢啲爸爸媽媽先嚇。啲爹哋媽咪，你哋有冇同仔女做功課㗎？冇，梗係冇啦，係啊，真係，真係唔得啊！佢哋講笑啊，好似真係好嘅爹哋媽咪咧就唔會幫仔女做功課，即使咧仔女咧好難做啊，唔識做啊，咁爸爸媽媽唔會幫你做嘅，咁佢點啊？佢同你一齊咯，坐喺你旁邊咯，教你咯，或者揾人同你補下習啦，但係佢唔會幫你做。我哋嘅天主嘅保佑咧係一樣，天主嘅保佑咧，天主係唔會同我哋解決咗我哋嘅問題，唔會嘅。啲問題、啲困難喺度嘅。正如65年嚟咧，天佑小學都有好多嘅困難嘅，而家都可以有嘅，係咪？即係可以有理由相信，係咪？好多挑戰，天主唔會解決晒，但係天主會同我哋一齊，就好似我哋照顧啲蝴蝶咁樣，係嘛？我哋悉心眷顧，你千祈唔好幫嗰啲蝴蝶咧佢嗰啲繭係嘛？佢結咗繭之後，你唔好督佢，你幫佢出嚟咧，咁唔得㗎喎。科學研究咧話俾你聽，如果嗰啲繭係嘛你咧整大佢咁樣，唔係咁辛苦啦，啲毛蟲咁佢走出嚟咪容易啲咯，係唔得㗎喎。佢係要經過掙扎走出嚟之後咧，佢係更加有力。如果你幫佢出嚟嘅話咧，佢係唔識飛嘅，好快脆就會死咗。所以各位天佑小學嘅同學，天主嘅保佑咧就喺呢度，佢同我哋一齊共度難關。我哋一樣要去勤力讀書㗎，我哋一樣咧升級啦、測驗啦、考試啦，有時好難㗎，唔使怕。天主同我哋一齊，就好似我哋好好嘅爹哋媽咪一樣，同我哋一齊面對困難。然後咧，我哋會跨越呢啲困難嘅，就好似我哋學校一樣，65年啦，都唔需要怕。好啦，我哋要做咧天佑小學嘅發光發亮。今日咧俾大家一句聖經金句你們是世界的光。耶穌話俾你聽，我哋要做光就喺荃灣呢個地方咧。當我哋天佑小學放學嘅時候，我哋出嚟，人哋見到我哋，知唔知我哋係天佑小學㗎？係知啦，你着住校服㗎嘛，你喺嗰度出嚟㗎嘛。睇唔睇到我哋係光咧？睇到我哋咧，我哋嘅言行舉止啦，我哋過馬路嘅時候啦，係咪啊？我哋講嘢，我哋去商場買嘢啦，我哋要做光你們是世界的光嚟自咧，我哋今日嘅福音今日咩福音啊？唔知係馬竇福音第幾章啊？又唔知第5章第幾節啊？咁呢個唔知啦，我話俾你聽，14節5章14節，你們是世界的光。俾呢句金句俾大家咧，作為一個使命我哋咧要做天佑小學嘅光將天佑小學嘅美麗啦，將天佑小學俾我哋嘅照顧啦，我哋嘅成長啦，帶到去荃灣呢個區呢個角落。你們是世界的光。嚟自咧馬竇福音5章14節。好啦，小朋友記唔記得？
你哋坐前啊，唔好意思啊，見到你哋啊，記得啊，我哋一齊背啊，好嘛？你們是世界的光。咩福音？馬太福音第幾章？第5章第幾節？14節。好啦，嗱，咁我就唔陪你哋嘅喎，你哋自己背一背先，好唔好？一齊嚟啦！1、2、3。係啦，咁我哋靜一陣間啦，我哋感恩天主咧，讓我哋能夠喺一間咁好嘅學校讀書，咁啊求上主繼續降福我哋啦，降福我哋嘅天佑小學。請各位起立。咁各位兄弟姊妹，我哋喺慶祝天佑小學創校嘅65週年嘅日子裏邊呢，等我哋懷住赤誠嘅心，一齊向天父祈求。請為普世教會祈禱，基督將傳福音的使命交給教會，透過辦學及教育，教會將福音的價值教導我們的學生。求主讓教會能在不同的挑戰中，持守天主教教育核心價值，秉持基督善牧的精神，帶領學生追尋豐盛的生命。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納。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請為世界祈禱。世界各地正面對生態失衡、貧富懸殊、漸亂頻生等等的問題，祈求天主廣施憐憫，引領各國執政者本着為人類謀幸福的目標，同心協力，努力締造一個公義、和平、有愛的世界。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納。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請為我們的學校祈禱，感謝天主65年來賞賜豐厚的恩寵，求主繼續守護和祝福我們，使師生同心協力，努力實踐本校的校訓，憑盡忠誠的精神，共建美好的校園。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
所有家庭祈禱。天主吩咐人在家庭中繁衍生命，家庭是人實踐愛的第一園地、第一羊棧。求主引導家長悉心教養子女，子女孝順聽從父母教導，合力建設共融和諧、互愛互諒的家庭。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納，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請為教育工作者祈禱，羨慕基督深愛並認識他的羊。求主祝福所有教育工作者，特別是天佑小學的校監、校董、校長、老師和職工，賞賜他們喜樂和希望，追隨基督羨慕，誠愛護學生。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納，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請為學生祈禱。感謝天父賞賜我們學習的機會，並讓我們成為天佑大家庭的一份子。求主指引我們在靈性和學習上不斷進步成長，在朋輩間互相接納、友愛相對，並以言以行活出基督的教導。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上主俯聽我，上主請收納，上主請體察，求主俯聽我禱告。現在讓我們靜默片刻，各人為自己心中的意願向天父祈求。願仁慈的天父按照他的聖意撫穩我們的禱告，為此我們同聲祈禱。上主俯聽我禱告。全能嘅天主啊，你嘅聖子吩咐我哋彼此相愛，同埋真誠咁互相服務。求你護佑我哋，使我哋能夠喺生活當中活現出呢一份愛德。因我哋嘅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阿們。請各位坐下，而家係呈奉禮品，讓我哋一同詠唱獻上。在
請各位起立。各位就等我哋一齊祈禱，望全能嘅天主聖父收納我同你哋共同奉獻嘅聖祭。望上主從你的手中收納這個聖祭，為讚美並光榮他的聖名，也為我們和他整個聖教會的益處。上主啊，求你收納我哋嘅祈禱同埋奉獻，使我哋虔誠咁舉行聖祭，並且以相稱嘅生活邁向天國嘅榮福。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阿們。願主同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舉心向上，歸向上主。請大感謝主，我哋嘅天主。這是理所當然的。主聖父，全能永生嘅天主，我哋時時歌頌讚美你，咁樣做係理所當然嘅。由於我哋嘅逾越節羔羊基督已經完成犧牲，現在我哋更加應該隆重咁讚美你。基督為人捨生，永不再死，被人處死，但係永遠生活。佢喺你面前，永遠做我哋嘅中保，為我哋不斷咁奉獻自己。為此，普世萬民，讓日住復活嘅喜樂踴躍歡騰。同時，天上嘅掌權者同埋大能嘅天使，亦都同聲歌頌你嘅光榮，不停咁歡呼。聖聖聖，上主萬有的天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奉上主名而來的，當受讚美，歡呼之聲響徹雲霄。上主，你實在神聖嘅，你就一切聖德嘅根源。因此，我哋求你派遣聖神，聖化呢啲禮品，使成為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嘅聖體聖血。你甘願捨身受難嘅時候，佢甘願捨身受難嘅時候，拎起麵餅，感謝咗你，將麵餅分開，交俾佢嘅門徒咁話：你哋大家拎去食，呢一個就我嘅身體，將為你哋而犧牲。請向聖體鞠躬。喺晚餐之後，同樣拎起杯嚟，又感謝咗你，交俾佢嘅門徒咁話：你哋大家拎去飲，一杯就嘅血，新而永久嘅盟約之血，要為你哋同埋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哋咁樣做嚟到紀念我。請向聖血鞠躬。盡當的奧蹟，你藉着苦難及復活，恢復了我們的自由。求你拯救我們。上主，因咗你紀念基督嘅聖死及復活，向你奉獻生命之糧、救恩之杯，感謝你，使我哋能夠喺你嘅台前侍奉你。我哋懇求你，喺我哋分享基督嘅聖體聖血之後，因聖神合而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教會，喺你嘅子民同我哋嘅教宗良14世，我哋主教周守仁樞機，所有主教同埋全體聖職人員，都在愛德中日趨完善。上主，求你也垂念懷着復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並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們享見你聖容的光輝。求你
上主，求你垂念我們眾人，使我們得與天主之母童貞榮福瑪利亞、聖母的淨配聖若瑟、諸聖宗徒，以及歷代厚愛你的全體聖人共享永生，並使我們藉着你的聖子耶穌基督讚美你、顯揚你。全能嘅天主聖父，願一切崇敬同埋榮耀，借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內，並一聯合聖神，都歸於你，直到永遠。阿天主嘅護佑，天主嘅保守，尤其喺降生成人嘅耶穌基督身上。而家等我哋就按照佢嘅教導，一齊咁樣祈禱。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賜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上主，求你拯救我哋免於一切兇惡，因此我哋今世平安，等我哋仰賴你嘅仁慈，永久脫免罪惡，喺一切困擾之中安然無恙，虔誠期待永生嘅幸福，同埋救主耶穌基督嘅來臨。天下萬國，普世權威，一切榮耀，永歸於你。耶穌基督，你曾經對宗徒咁話：我將平安留俾你哋，將我嘅平安賞俾你哋。求你唔好睇我哋嘅罪過，但係睇你教會嘅信德，按照你嘅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你係天主，永生永王。阿們。各位就願主嘅平安時常同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我哋互祝平安。祝神父及執事平安。請向身邊嘅老師同埋同學以點頭互相祝福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憐我們。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賜給我們平安。請看天主嘅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佢邀請我哋成為世界嘅光。我哋而家嚟到領受佢係有福嘅。主，我當不起你到我心裏來，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靈魂就會痊愈。請各位先行坐下。而家係領受聖體聖事嘅時間。請預備好嘅教友上前恭領聖體，而未係天主教徒及未初領聖體者請先安坐。領主詠，讓我哋一同詠唱我領主的體血事。常得主
請各位起立。請大家祈禱。全能嘅天主，你既然讓我哋由聖體聖事裏邊體驗到逾越復活嘅奧蹟，求你都使呢個奧蹟永遠存留喺我哋心中。尤其降福我哋願體天佑小學嘅教職員師生，都能夠為你作光，成為世界嘅光，為你作見證。因主耶穌基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哋嘅祈禱。阿們。喺我哋嘅今日65週年感恩聖祭結束之前呢，要隆重嘅降福大家。降福大家呢，希望得到天主嘅保佑啦。咁天主點樣保佑我哋啊？叫我哋要發光啊！今日嘅聖經金句記唔記得啊？記得啊，記得要背喎，好唔好啊？我哋背一背啊，一齊啦嚇！你們是世界的光，係啦。咩福音啊？馬太福音第幾章？第5章第幾節？14節係啦。我哋咧要為主做光啊，就好似啲蝴蝶咁樣。雖然咧開頭嘅時候好辛苦嘅嚇，冇乜人睇到嘅，但係後來咧會好燦爛嘅啊，好發出光明啊，將呢份愛天佑俾我哋嘅啊，呢份愛家庭俾我哋嘅，師長們俾我哋嘅，去為主作見證啊！願主同你哋同在，也與你的心靈同在。請俯首接受上主嘅降福。願全能嘅天主、聖父、聖子、聖神降福你哋。阿們。平安回去，彌撒禮成。感謝天主。禮成詠，讓我哋一同詠唱《這是天父世界》禮儀書第18頁。校慶感恩祭完畢，請各位就座。現在有請今日嘅大會司儀張家慧老師。再次多謝夏志成輔理主教、各位神父同埋執事為天佑小學主持感恩祭同埋送上祝福。而家我哋會一齊影一張大合照。
多謝各位。而家我哋會安排全體嘉賓到台上拍照留念。首先請第一行嘉賓稍移玉步到台前。跟住有請第二行嘉賓移玉步到台前。再有請第三行嘉賓移玉步到台前。跟住有請第四行嘉賓移玉步到台前。最後有請第五行嘉賓移玉步到台前拍照留念。多謝各位嘉賓，請各位嘉賓返回座位就座。因逢天佑小學創校65週年，我哋今日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各位嘉賓、校友以及教育界嘅同工齊集一堂，共同見證呢一個充滿恩寵嘅時刻。而家請容許我代表校方向各位介紹今日蒞臨感恩祭嘅嘉賓。嘉賓包括教育局荃灣區及葵青區總學校發展主任陳佩瑩女士，教育局荃灣區及葵青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黃慧欣女士，天主教教育事務處小學督導與支援組胡燕芬助理，前天主教教育事務處主教代表助理葉成彪先生，
校長，現任天主教教育事務處校本管理支援組黃以霞顧問。請望會林以清修女。前天佑小學校長張以芳女士。前天佑小學校長，現任辦學團體校董梁潔荷女士。前天佑小學校長范奧娜女士。前天佑小學校監黃敏冰女士。現任天佑小學校監趙冠思女士。辦學團體校董現任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校長林慧文女士。辦學團體校董現任平石天主教小學校長黃娟香女士。辦學團體校董現任大角咀天主教小學校長周德輝先生。辦學團體校董天佑小學校友李蘇珊女士。青山天主教小學校長黃玉嫻女士。柴灣角天主教小學校長吳靜霞女士。天水圍天主教小學校長周海欣女士。荃灣天主教小學校長陳碧琪女士。仁德天主教小學校長羅淑貞女士。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校長天佑小學校友舒敬先生。西貢崇真天主教小學校長馮家俊先生。家長校董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副主席翁玉珊女士。家長校董家長教師會常務委員會師傅陳志生先生。校友會幹事會會長姚秀力先生。前天佑小學主任關兆良先生。前天佑小學主任冼婉如女士。前天佑小學教師馮麗香女士。各位嘉賓嘅蒞臨，唔單止為天佑小學增添咗光彩，更讓我哋體會到天主大家庭嘅團結同埋愛。我謹代表全校師生，再次衷心感謝各位撥冗蒞臨同牧主恩。感恩祭期間，無論聽講道、讀經或者唱歌、祈禱嘅環節，同學都表現得非常之專注，真係能夠做到知禮守規，實在值得欣賞同埋稱讚。今日係天佑小學65週年嘅校慶，除咗剛剛完成嘅感恩祭之外，我哋仲有豐富嘅節目，包括唱校歌、學校歷史及發展影片欣賞、頒發校慶親子標誌設計比賽獎項。我哋更加設有長期服務獎，以表揚喺天佑小學長期服務嘅教師同埋職工，感謝佢哋為學校默默耕耘。最後，我哋會有學生嘅表演。喺節目正式開始之前，我哋非常榮幸邀請到本校嘅校監趙冠思女士上台為我哋致歡迎詞，有請趙校監。尊敬嘅夏主教、林神父、阮神父、黃執事同埋林修女，咁呢就仲有好多嘅嘉賓啊！我都頭先已經介紹咗，我係琴晚呢校長話俾我聽，今日有好多個嘉賓嚟，咁所以呢，我而家都再繼續呢係歡迎咁多位
歷任嘅校監啦、校長，仲有咧教育局嘅發展主任，同埋我哋嘅校董，有我哋嘅老師。咁啊當然咧唔少得我哋嘅家長喺嗰邊啊！你哋雖然遠咗少少，不過咧同你揮揮手啊 OK， 好好。咁啊，仲有咧就我哋嘅同學，都歡迎你哋嚟到呢度。65週年，頭先啊夏主教講，哇好犀利啊！即係呢個65週年。我想問下大家，或者問下同學啦，65你嘅感覺喺香港人嚟講呢，有咩優惠啊？而家60就有㗎啦，2蚊2成優惠。我60歲就開始有啦，我都有。咁呢個優惠呢，就係代表咗乜嘢啊？如果我哋呢退休呢，咁啊校監就退休啦。但係我而家又從事校監嘅工作，不過呢退休應該呢嗰啲人士呢，佢哋可能會將個步伐減慢咗，係咪啊？慢慢生活啊！校長就成日都話啊，你校長啊校監你成日都會去唔同嘅地方旅行，係啊，我哋都會咁樣享受。但係呢，天佑65呢，你估佢哋會唔會減慢嗰個腳步啦？會唔會啊，同學？你哋好大聲啊！頭先唱歌好大聲喎，答我會唔會？邊個帶住你唔會啊？我哋嘅老師啦、校長啦，但係我最重要呢，有邊個帶住我哋啊？邊個啊？大聲啲！好叻喎！有天主帶住我哋，咁所以呢，我哋會繼續係向前去邁進。雖然我哋中間係而家其實真係會遇到啲困難，不過我哋會迎難而上。今日呢係一個慶生嘅 party 嗬，慶生係咪而家潮流興講呢一句説話？慶生，慶生嘅 party 呢，通常你哋會去邊㗎？係咪去 party room？去啲有食薯條、炸雞地方，會唔會啊？不過我哋今日嚟邊度啊？我哋唔係食薯條喎，今日我哋去邊度啊？哎呀，好叻啊！錫晒你。我哋嚟到聖堂，嚟到聖堂呢，去舉行我哋嘅慶生活動、慶生嘅典禮。咁大家好好咁記住呢一日。頭先剛才我哋用感恩祭將我哋所有校徽啊，我哋好多嘅手冊啊等等交俾天主，求天主繼續保守我哋。咁講起慶生呢，今日大家都嚟參加呢個 party， 我想問下大家，你哋參加慶生，你哋有冇做人情啊？各位嘉賓，你哋有冇做人情呢？哎呀，冇啊！唔該，我而家邀請大家一陣間呢，都做我家長都幫我哋做人情好嘛？都要做人情，係乜嘢呢？呢份人情就係為天佑祈禱。多少唔拘，我同阿李校長同埋全體老師照單全收，好嘛？咁記得咯喎，一陣間。最後呢，我哋呢就係記得繼續係將我哋將來行緊嘅路，我哋都交俾天主。咁呢好嘢又唔怕講多幾次，所以喺呢度我再講歡迎，歡迎，歡迎大家今日仔仔一堂嚟到呢度，好似一個家庭團聚咁。多謝大家，歡迎。多謝趙校監，恭請校監先行回到座位就座，同大家一齊欣賞接下來嘅節目。天佑小學扎根荃灣65載，培育咗一代又一代嘅學子，更親身見證咗荃灣呢一片土地嘅變遷同發展。究竟天佑小學係點樣誕生嘅呢？當中又有點樣嘅故事呢？而家就讓我哋一齊回顧天佑小學嘅由來，請大家欣賞。今日我哋兩個天佑小學嘅小偵探，一齊穿越時光，探索學校嘅歷史故事。好期待啊！準備好未？一齊出發啦！1950年代，香港政府決定把荃灣變成衛星城市，好多工廠起咗，好多叔叔阿姨從內地嚟香港打工。係啊，佢哋嚟到之後生咗好多小朋友，荃灣突然多咗好多人啊！但學校唔夠位啊！
工人仔女好想讀書，卻冇地方上堂。想像下，當時小朋友一定好渴望有間屬於自己嘅學校。係啊，好彩之後有救星出現，快啲講俾我聽啦！救星就係整幕會嘅修女姐姐，佢哋從印尼返香港，主教派佢哋嚟荃灣服務。佢哋見到咁多小朋友冇書讀，好心痛，就決定開學校，好有愛心啊！圖片左邊嘅係袁隱修女，右邊係朱少娟修女。哇，佢哋笑容好溫暖啊！多謝你哋創立咗天佑小學。如果當時我哋係學生，一定好開心有咁好嘅校監校長啊！學校英文名叫 Mary of Providence Primary School， 縮寫 MP， 紀念請望會會祖真福主顧瑪利亞修女。哦，主顧係咩意思啊？主顧即係天主顧佑，表示天主一直照顧住、保護我哋。哇，所以中文就叫天佑小學，天主保佑我哋，聽落超安心啊！每日返學，天主喺度顧佑我哋，唔使驚。係啊，校名好有意義。每次見到校徽，就記得天主嘅顧佑，好似有個大擁抱咁。小天，我想知道學校有咩特別嘅精神啊？點解天佑咁特別？我哋學校秉承天主教嘅教育目標，用愛同埋熱誠嚟培育大家。哇，聽落好溫暖，即係話老師同同學都好有愛心咯。係啊。學校想俾大家喺一個溫暖又愉快嘅環境成長，上堂唔單止學知識，仲好開心。哇，優質教學啊！仲有咩啊？人嘅仲想知道多啲。佢哋好想培養我哋獨立思考，又提高民族同埋公民意識，最重要係靈修德、智、體、群、美各方面都要均衡發展。即係話唔單止讀書勁，仲要做個全面嘅好學生。Good。係啊。而校訓就係4個字：勤進忠誠。即係代表咩嘢啊？勤代表學習勤奮用心，堅持不下；進代表務實進取，力爭上游。仲有呢？忠代表做嘢盡心竭力，忠於職守；誠代表誠心誠意，一心向主，真心真意，待人以誠。呢4個字聽落好有力量，感覺學校由頭到尾都想我哋做最好嘅自己。係啊，一齊大聲講，提醒自己勤進忠誠。睇下學校開始起樓啦，一塊塊磚頭砌起嚟，好期待新學校啊！1960年3月25日，聖母領報瞻禮嗰日正式奠基。塊石頭留到而家，真係見證晒學校成長。呢張係開校初期上課嘅舊相，大家坐得整整齊齊上堂，好認真啊！以前上堂一定好專心，大家一齊學習啊！考試時間到，以前嘅同學都好緊張，但考完就開心，考完就可以衝出課室玩下，好懷念呢種簡單嘅快樂啊！70年代第一屆畢業旅行，大家一齊出遊，好興奮啊！第一屆畢業典禮，學生代表上台講嘢，好感動哦！開校先輩真係好勁，為我哋打好基礎。多謝佢哋，如果我哋係當時畢業生，一定好自豪。埋嚟睇，埋嚟揀啦！明愛賣物會，大家一齊賣嘢籌款。聖誕聯歡會交換禮物，又有表演，超開心。90年代學校越嚟越靚，同學跳繩玩得好興奮啊！千禧年代新世紀新面貌，而家仲有護脊操，一齊享用午餐，好 warm 啊！舊時活動雖然簡單，但大家一齊玩好快樂。而家我哋都繼續呢個傳統。阿柔，你知唔知道校歌係由邊個作曲填詞？我知，係朱希聖先生。佢同時係創校校監朱少娟修女嘅父親。校歌以印尼南洋中學校歌作為藍本所改編。
傳遞咗我哋要倚靠全能嘅天主呢個信息。而家我哋一齊嚟重溫校歌，我哋會向各位解釋艱辛嘅地方。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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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期待，開始啦！巍巍聖父，巍字部首係山，意思就好似高大榮偉嘅山咁。偉大嘅天父，好似一座超穩重嘅大山，保護住我哋。哇！想像下天父好似一座大山咁高高在上，好有安全感啊！下一句，寵與貧盈，寵就係寵愛、恩寵嘅意思，就好似耶穌非常愛佢嘅門徒，亦都似父母疼愛兒女咁樣。貧盈就係好頻密，經常發生。哦，所以天父嘅恩寵好似雨咁，經常落，滋潤所有人。呢份愛俾人好大嘅支持，冇錯，呢啲都係好溫暖嘅愛。天父嘅恩寵就係咁樣源源不絕，等我哋隨時都能感受到呢份關懷。再嚟，潔白玉簪，含飲甘蔗，呢個字嘅讀音係含，含飲就係暢快，盡情咁飲。而玉簪就係好靚嘅玉簪花，潔白嘅玉簪花暢快飲用甘甜嘅露水，好詩意啊！哇，玉簪花真係好靚啊！係啊，想像下潔白花朵飲露水，仲有露珠閃閃，好靚好清新，感覺天父嘅恩寵就係咁甜甜嘅滋潤我哋。事不宜遲，我哋而家一齊唱校歌啦！各位同學唱校歌時要記住啊，先肅靜，唔好講嘢，然後企直直，腰挺直，好似棵小樹咁穩，手放兩旁，唔好亂咁喐。態度要莊重，但唔使太嚴肅啊！最緊要快樂咁唱，唱得出開心就係最好。嚟啦嚟啦，大家一齊跟住我哋做，企好，手放好，笑住唱。我哋而家全體一齊企起身，請全體起立。預備，1、2、3。聽完學校歷史，覺得好驕傲，多謝當年所有人。係啊，而家輪到我哋繼續努力，活出學校精神。多謝各位。呢條學校歷史介紹片段喺度結束，感謝各位觀看。天佑小學感謝天主帶領，培育荃灣區新生學子65載，桃李滿滿。接住落嚟，我哋會進入頒獎環節。首先頒發嘅係65週年校慶親子標誌設計比賽。今次比賽嘅作品非常之優秀，展現咗學生同家長對學校65週年嘅祝賀同創意。恭請照顧司校監為我哋頒發獎項。請李起心校長陪同。獲得65週年校慶親子標誌設計比賽優異獎2至陳毅陽，5至黃雅詩，6人林思晴。
我哋會影一張大合照。請得獎者返回座位就座。請趙校監、李校長留步。獲得最佳設計大獎嘅係3人陳怡柔。我哋再一次俾一啲掌聲，恭喜晒所有嘅得獎者。唔該，趙校監同李校長，請兩位就座。接住落嚟，我哋會頒發長期服務獎。聖保祿宗徒致格林多人前書第4章1至5節，人應當看得出我們是基督的服務員及天主奧秘的管理人。說到管理人，要求於他的，就是與他表現忠信。天佑小學服務社區超過60載，春風化雨，作育英才。天佑嘅成功，實在係有賴一班盡忠職守、精於教學嘅教職員齊心協力、無私奉獻。今日我哋藉着65週年呢個好難得嘅機會，表揚喺天佑小學服務長達15年以上嘅教師同職工。恭請夏志成輔理主教為我們頒發服務獎。請李喜森校長陪同。服務天佑小學15至20年嘅老師包括有姚淑薇主任、林麗娟主任、劉寶雲主任、鐘庭之老師、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祝賀以上咁多位教職員。恭喜晒各位！恭喜晒各位！請夏主教、趙校監、李校長留步，我哋繼續頒發獎項。服務天佑小學21至25年嘅教職員分別係李植美主任、陳雅文主任、呂美群行政主任。恭喜晒以上咁多位教職員，請夏主教、趙校監、李校長繼續留步。服務天佑小學25年以上嘅老師分別係余美好副校長、梁鳳琪老師、恭喜晒余副校長老師，我哋俾啲熱烈嘅掌聲，再次恭喜佢哋。恭喜晒以上咁多位教職員，多謝夏主教、趙校監、李校長，請3位留步。請3位留步。而家恭請趙冠思校監致送感謝卡俾夏志成輔理主教，有請趙校監，請李校長陪同。
多謝夏志成輔理主教。恭請趙冠思校監致送感謝卡俾另外2位神父同執事，請李起心校長陪同。首先恭請林祖明神父接受感謝卡。多謝林祖明神父，恭請阮俊英神父接受感謝卡。多謝阮俊英神父，恭請黃景星執事接受感謝卡。多謝黃景星執事，多謝各位。而家我哋誠邀3位先行回到座位就座，欣賞我哋嚟緊嘅學生表演。音樂可以洗滌心靈，亦能夠歌頌主恩。今日3位嚟自唔同年級嘅同學將會先後登場，分別以古箏、葫蘆絲同埋小提琴為我哋呈現3段風格截然不同嘅音樂。首先為我哋揭開序幕嘅係6年級嘅歐巧欣同學，佢將會運用古箏演奏氣勢宏大、節奏明快嘅傳統名曲《將軍令》，請大家細心欣賞。而家我哋將氣氛轉向幽靜同軟弱，
6年級嘅薛銘哲同學將會以民族樂器葫蘆絲為大家吹奏優美動人嘅荷塘月色。有請薛同學。除咗傳統嘅中樂，我哋亦都有西洋古典音樂嘅代表。而家有請3年級吳月彤同學以小提琴為我哋演繹第2協奏曲第3樂章。有請吳同學。而家有請剛才3位表演者再次返嚟台前，3位同學將會合力演奏生日歌，祝賀學校生日快樂！而家請大家以熱烈嘅掌聲歡迎3位同學。謝3位同學精彩絕倫嘅演出。而家我哋會再次邀請3位同學為我哋伴奏，帶領大家唱一首生日歌。我同阿校監一齊
帶領大家一齊唱，好唔好啊？大家一定要開口喎，好唔好啊？好，預備。Happy birthday to 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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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天佑 Happy birthday to 天佑 Happy birthday to 天佑Happy birthday to you！ 多謝大家。請3位表演嘅同學返回座位就座。喺呢個充滿感恩嘅時刻，我哋好高興邀請到本校校長李喜森校長上台為我哋致謝詞。有請李校長。唱完生日歌呢，心情亦特別興奮嘅。大家好，各位家長好，喂，揮揮手先。好啊！今日呢，實在太多嘉賓嚟到啦。我好開心啦，即係天佑小學咧已經有好幾年咧冇咁熱鬧。今日好多謝咁多位嘅嘉賓嚟到我哋學校，同我哋一齊慶祝呢一個65週年，包括咗好多，我心裏面真係要好衷心多謝你哋嘅賞面光臨。今日係我哋天佑小學嘅65週年，首先我謹代表全體嘅師生，向所有嚟臨支持我哋嘅所有嘅嘉賓一路嘅關心同埋協助。我只想最誠摯嘅祝福同埋感謝，真係好令人感動嘅。其實我坐喺下底裏面咧，我忍住咗幾次，不過我相信我今次唔會喊嘅。我相信咧，我一定可以忍得住嘅，因為你哋嘅祝福令到今日嘅慶典咧充滿咗喜樂同埋感恩。首先，我真係要再次感謝夏志成輔理主教、林祖明神父、阮俊英神父、黃景星執事，當佢哋一知道我哋學校即將舉行呢個週年慶典嘅時候，佢哋都義不容辭，立即答應我哋嘅邀請，為我哋嘅典禮添上無限嘅色彩，亦都蒙上主嘅感謝同埋祝福。我更要多謝嘅就係學校發展主任陳總發展主任黃小姐，天主教嘅胡助理葉成標顧問、黃顧問請望會嘅修女黃敏冰校監、黃景星執事，現任嘅所有嘅校監校董，包括咗林偉文校董、黃娟香校董、李蘇珊校董、家長校董、翁玉山、陳志新先生，仲有校友會嘅會長姚秀迪、黃敏聰先生，各位嘅前任老師主任關少良先生、冼婉如老師、馮麗香老師，各位有效嘅所有嘅校長，你哋嘅支持，仲有喺側邊有成90幾位家長，都係你哋，我要俾啲掌聲。好似呢啲台慶節目咁樣，要逐一多謝啊！不過我唔會咩樂小姐咁樣啊。好，咁呢仲好記得呢，喺2020年嘅時候，我初到貴境下，踏入呢一個天佑小學嘅時候，啱啱就適逢學校嘅60週年，哇！唔經唔覺今日就65週年啦。想起嚟呢，真係其實有好多我哋同天主一齊行過嘅道路，我哋都有唔同嘅經歷。目的都係要讓學生能夠有一個好好嘅學習同埋愉快嘅旅程。回顧翻舊年，我哋唔講5年咁多啦，如果唔係呢，唔知幾多點鐘都放唔到學啦。講舊年啫，我哋呢深深感受到教育呢係一個一同去行嘅一個路程。我哋今年嘅學校嗰個價值觀嘅主題係叫做自信。喺老師嘅專業嘅引導之下同埋陪伴之下，同學們喺學習上面都不斷咁樣進步。
喺你哋嘅學品格上面，亦都慢慢成長，更加喺你哋嘅比賽展現到你哋嘅自信。而呢啲嘅成果並唔係單靠一方面嘅努力，而係集齊住好多唔同方面，包括持份者啦，包括家長咧，包括同學仔你自己嘅努力先能夠成就得到。因此我都要特別要感謝在場嘅每一位嘅教職員，俾啲掌聲佢哋好嗎？多謝各位老師、教職員，你哋付出咗你哋嘅心力同埋關懷同埋指導，讓佢哋喺無論喺學習上面都能夠得以認真，喺佢哋嘅自己嘅步伐裏面找到佢哋嘅方向，找到佢哋嘅信心。正係因為有你哋嘅默默付出，我哋先至有今日咁樣可以安心咁樣坐喺度享受呢一份成果。我亦都要感謝親愛嘅同學仔你哋噃，你哋點解要多謝嘅？校長竟然多謝你哋喎，因為你睇下你哋，我相信在場嘅嘉賓都好欣賞你哋，係咪啊？好乖，好樂意，好聆聽咁樣去享受我哋今日嘅校慶嘅感恩祭。你哋嘅付出都係因為你哋嘅努力去做好呢一件事，期望你哋能夠喺呢個掌聲之下得到你哋嘅肯定。我哋都俾掌聲，多謝同學仔。同時我要感謝喺在旁嘅家長，對唔住啊，因為地方有限啊，要你哋坐埋在一邊咁樣，希望你哋唔好介意嚇，都係透過個熒幕都可以望到我哋嘅。好啦，喺感謝咗咁多之後呢，我要分享下少少嘅故仔，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嚇。我早幾日呢見到有一個小朋友，不過唔知邊個啦，唔好講啊。佢踩住半隻，有一隻鞋呢踩住個踭咁樣翻嚟，一隻鞋嘅。另外嗰隻着好咗嘅嘞噃，另外一個你踩住半踭翻嚟。咁你話你估個同學仔係咩呢？係咪好急之下咁翻嚟學校？係喎，我哋經常估到佢咁樣喎。另外諗起一樣嘢，另外諗啲乜嘢咧？我哋翻學着鞋，你哋有冇着鞋㗎？梗係有啦，係咪？着咩鞋㗎？使唔使綁鞋帶㗎？有啲唔使嘅，有啲黏貼就搞掂㗎啦。有啲着落去就搞掂㗎啦，係咪咁啊？夏監你有冇綁鞋帶啊？冇嘅。OK， 好啦，咁我想俾大家睇少少嘢喎。睇一睇個片先好唔好啊？好，麻煩各位後面幫我撳一撳片，睇下我講乜嘢嘢。而有隻鞋喎，咩嚟嘅咧？望下先。You're not still tying your shoelaces like this, are you? Not only does it look messy, it loosens as soon as you pull it. Today, I'll teach you a military method that will stay tied for a year. Start by tying a leftover right knot to form 2 bunny ears, then cross right over left. Next, pull the bottom loop out and the top loop in, then tighten both sides. You'll get a simple yet sturdy safety knot. Did you get it, M? Okay, did you get it? Yeah, 哇，識你叻喎，好啊，錫晒你嚇，識得答我。好啦，睇咗咁簡單幾廿秒嘅短片，係咪真係識咧？呢個短片，咦？你平時綁鞋帶咪好似佢咁㗎？唔知啊，嗬嗱。點解要同大家分享呢個片段呢？綁鞋帶呢，睇起上嚟係一個好似好微不足道嘅一件事，係咪啊？日日我哋都要着鞋㗎啦，要綁鞋帶啦。但係有啲同學呢，隨便綁下，好似頭先咁樣，佢一開始綁，好多同學都係綁呢種結嘅噃。綁完之後呢，大家好容易就會甩㗎啦。有冇發覺到啊？係喎，咦？但係呢，佢又再教咗你一個方法喎，翹多一翹。翹多兩翹，用另外一種嘅方法嚟到去綁。當我哋鞋帶甩咗嘅時候，平時我哋就會踎低身，冇辦法咯。我哋再綁過咯，係咪？但係當我哋綁完又再甩過，綁完好快又再甩過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煩㗎？有啲同學覺得㗎，有啲話係啊，我冇計啦，我都接受咗咯，與佢共存咯，咁係咪啊？好，其實呢。有冇同學細心諗下？如果你能夠可以細心將每一個鞋窿啊綁好咗個鞋帶，又或者用佢頭先所教你嘅其中一種方法，
綁咗之後，嗰個結就冇咁容易甩㗎啦，你就可以着好耐，同埋佢好容易鬆翻出嚟嘅。只要你掹開佢就得㗎啦。就等於我哋做人道理、學習上面都一樣。我哋平時要做嘢要注意我哋嘅細小之處。如果我哋平日都從我哋嘅身上面嘅一啲嘅小處做好咗佢，唔係淨係做咗啊，而係做好每一件事。綁鞋帶做咗搞掂啦，但係係咪綁好咗個鞋結呢？如果你能夠綁好咗，用一個每一日都做好一件小事嘅話，將來我相信你會成為一個好有份量、好穩陣嘅一個人。你將來喺呢個世界上面，你會一絲不苟，你會做嘢都會好認真。正如我再講多個例子，每一日朝頭早同學仔你返學嘅時候，見到校長或者老師都會企喺門口嘅，係咪？同你打招呼。如果你淨係講聲早晨，咁就叫做咗一件事。但係如果你講完早晨，你賦予一個微笑，早晨，笑一笑，然後講叫埋你校長、老師早晨，加多少少，你呢一個細小嘅動作，日積月累嘅話，我相信你就會成為一個將來值得我哋驕傲嘅天佑人，得唔得啊，同學仔？得唔得啊？記住咯噃，好嗱，今日咧我嘅分享去到呢一度，咁最後咧我都希望讓我哋今日嘅校慶嘅感動啦，化成為明天嘅動力。希望我哋喺未嚟緊嘅將來都能夠繼續以學校嘅校訓勤進遵誠作為我哋嘅方向，讓每一個同學仔都能夠好似夏主教所講，我哋係世界嘅光，能夠發出你哋嘅光，繼續成長。願天主保佑各位，主佑健康。我今日分享到呢度，多謝。多謝李校長，恭請李校長返回座位就座。天佑小學喺未來嘅日子會繼續秉承請望會會祖、真福主顧瑪利亞以及創校修女、元仁修女同朱兆娟修女愛與奉獻嘅精神，教育新生學子，為教育嘅元譜再添色彩，讓天佑小學繼續茁壯成長，見證天主嘅大愛，榮神益人。典禮已經踏入尾聲啦，請各位起立，恭送主禮神父及嘉賓離場。請各位就座。好多謝大家嚟臨今日嘅感恩祭，為方便安排大家有秩序離開，請各位同學留心聆聽林主任嘅宣佈同指示。